阿公阿嬷今日特别西装打扮，就是为了缘投又搁水水来踅美术馆。会如此的成长，是因为这是因今生首次入来到台南市美术馆参观。毋捌来过吼？毋捌来过。啊，你感觉遮有水无？连面要去看这展览有啥物心情？欢喜的心情。今有欢喜无？有。欢喜啦吼。连面想要去看啥物？四界行行。四界行行啦。对于一般人来讲，踅美术馆可能袂造成太大负担，但对着这无碗无靠的长辈来讲，根本是无法度完成的梦想。华山经会中西区站长吴品仪，这次就特别将港运大会办伫咧美术馆内，联动真侪长期支持经会的朋友，做伙陪长辈看展览。以我个做部长吼，感谢咱华山基金会会当共同来服务咱中西区遮的长辈啦吼，而且吼感恩啦吼，所以讲吼感谢啦吼。这馆吼美术二馆其实非常的夯啊，就是讲每个月都有差不多超过1万应该要2万的人。台南 A 中西站已经在地设立满15周年的时间，服务期间也服务超过将近270位的个案。今天透过感恩茶会的活动，就是希望说可以带我们服务的山师老人一起出来走一走。那主要呢是因为我们中西区的美术馆呢，已经在地成立将近3年的时间了。那这3年也因为疫情的问题，相信也有很多服务的阿公阿嬷都没有走进来过。那主要呢，今天也是希望透过这个感恩茶会，带他们出来感受文艺的气息，然后就是回味旧时的美好时光。那华山基金会呢，也邀请在地的爱心单位以及厂商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加入爱老人的行列。华山经会秉持着在地服务，伫全国各县市设立将近400个爱心停山站，免费提供食衣、食零、食住等3C长辈服务，以乡亲帮助乡亲的服务理念，建立社区互助自助模式，一同打造长辈得力的厝。经会也欢迎社会上有爱心有能力的朋友，做伙加入经会志工的行列。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